这一突破，往下突，走，经济给他。邀请了一位特别厉害的教练，主要给大家带突破分球的练习，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啊！咱们刚才是2个人的，咱们现在加3个人，第3个人就负责攻击篮筐就行。我这边还是运球突破，我往里突，拿着走对，往上走，我给球，传球之后我还是接出去，我在这儿接到球对吧？我这一突破，往下突，走，经济给他。在那边投，这边有别人防你呢。我这一突破，你的人在这儿可能会协防，我基地给跑过来之后，这一基地接球，传步接球，拿基地，好，传球了，抢篮板。再来，继续，拉出来，拉出来。